手看手，记得的手。香弄美食特别带朋友来吃，怎么没有开呢？哇哦，隔壁也没有开，对面也休息。哦哦，发生什么事呢？哎呀，原来家里有事。还有啊，家里有事怎么连续都没有开呢？正如圣经所说的，工作有时，休息有时。今天其实是星期一，这个香弄美食今天都是休息的。我们呢，音乐牧师其实星期一应该是休息的，但是我喜欢休息的时候可以专注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不见得休息是躺在床上哦。休息的时候我喜欢做跟上帝亲近的事情就很像很多上班族一样他们所做的是专心分别为圣来敬拜上帝，好不好？我们来分享一个家庭，如果休息的时候，我们最喜欢做什么呢？忠心哥以前健康的时候，小孩小时候，我们几乎每一个礼拜的暑假，我们一定会去海边练眼力，还有我们全家在一起。现在数算起这些恩典真的很美好啊，好不好？我们今天感谢一件事，在家里我们可以得着短暂休息也好，我们可以有5分钟、10分钟、1个小时也好，但休息是很重要的哦。还有，我们可能计划一下，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全家一起做好的事大家可以共同有的记忆一起来休息，也来把这些事情排开哦。手牵手，记得的手。